这是新竹一个农场的头家坚持自然的栽种法，办学生的体验活动，搁再来推广自然的教育。19年前，头家辞掉科技头路，转来才种田。本来伊啥物拢唔捌，开始种有机栽培，坚持无要用除草剂，无用杀虫剂，才农药，卖当疼惜这块土地。为5年前起，替公益团体来募款去温室。伊拢无创步教因做田的技术，互传统农业会当变做社会企业。菜园仔内底规片青片片，各种的菜色伫咧日头光下平安的吸收养分，看到青翠阁有生命力。你好，在做什么？挖洞。透早就来到农场遮，因当咧传遮的菜栽的工课。老师说放几个？放一个。放一个。可不可以放2个？一个。同款的一句话，就爱讲咧几落摆。遮的人毋是一般的农民，因有的是自闭症的患者，有的是唐氏症的人。这个农场它主要是训练型的农场，训练这些身心障碍的孩子，他能够具备有工作的能力。这是新竹一间教养院家己经营的农场，从2014年开始，是已经做农20年的陈礼良来甲辅导成立的。之前就是情绪比较没有很平稳，然后去接触土啊，然后让他们认识种子，然后从小种子一直到采收，他们都有很大的喜悦。挽一大把家己种的红杏菜，大家面的顶悬拢看会到收成的欢喜。40岁的李秀英伫农场的表现足好的，目前已经转做正式的工作人员。觉得跟做一般工作有什么不一样？不一样。为什么？这边很闹啊。比较开心。对，很开心。农场内底有13个成员，平均一礼拜会当生产400斤的菜色，除了会当改善因的生活收入。更较重要的是，通验验因生命的勇气。生做真斯文的陈礼良，原本是一个科技业者，伫咧2000年的时阵，去拄撞到网络水泡化，从安尼归去转去乡里做农。虽然讲拄开始做沙无料仔梅，不过伊还是选择这个较歹做的有机农业。在菜苗取出来之后，这样抓住它。带学生来种菜，陈礼良已经连续5年举办农村体验营。我觉得教育非常重要，就说怎么样把这种环境保护啊，然后有机栽培这样的一个观念呢，能够向下扎根。所以我们几年来一直不断的做很多像食农教育啊，然后透过营队的方式，那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就是说，其实农业它其实可以很好玩。这钓时的菜色拢是现满现煮的。食到特别青甜，4天3暝活动，对这个产地到岛仔顶的全程体验，让囡仔通完全来倒入去大自然，会当更较缺少目睭前者的食食。每天都在大太阳底下工作，非常辛苦啊。真的，所以你以后回去之后会改变什么吗？会要珍惜食物，就是觉得很开心，就是农夫都会帮助我们，就是收割稻米啊、种稻啊。然后我觉得我在下次就是回阿公家的时候，也会帮阿公种菜。陈礼良用疼惜大地来做起地，让传统的农业嘛来承担社会责任，用变变创新的力量，深作良田，结出更较侪善的种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